亚立法院昨是三读修正在违法的部分条文，明定讲中央对地方政府一般性补助款，袂当比执政党搁较少，也伫咧计划型补助的这个比率呢，嘛袂当比过去10档共款财力急促的这个县市平均值搁较低。在野党认为讲安尼做会当互各县市扣起来的金额全部放出来，不过民进党这边是质疑讲，这样恐惊无法度来解决南北无平均的问题，会来扩大城市甲庄脚的差距。修正通过。立法议会14三读修正通过在违法部分条文，明定中央对地方补助款的款额，伫计划型补助的部分比率不当少过过去10年共财力急促县市共类型计划的平均值，无经过地方政府同意，不当随便将之变更。一般性补助不当少过前一年的预算迄个数。预算呢，只要确定以后呢，就不会被行政院任意的删除。那基本上对于地方政府我想我们努力去争取计划型补助。那至于呢几期的财力几期的这个自筹款的比例呢，我们希望也能够比照以前对此，台南市长黄伟哲认为，依然是无解决南北无平均加产业无平衡的问题。讲台南的负担比台北较重，不过摕到的比台北较少，和城乡的差距愈来愈大。另外，三读的条文也精定，中央政府会让针对地方政府施政计划这边效能进行考核，精检一般性补助款，不过爱开地方首长会议决定。就好比学生老师要帮学生打分数，要跟学生来讨论说，这次考试呢，给你80分，给你90分，你满不满意？同样的道理也发生在计划型补助，球员变成了裁判，是为了要矫正中央跟强盗一样随便的乱砍地方的钱，把我们的计划型补助款跟一般补助款让它变得更稳定。这个彩画法有没有话要跟卓院长讲呢？行政院长杜英泰伫社群平台讲，在野党再一遍小恶在违法，危害政府施政的稳定性。恐惊和一寡富国利民的政策，包括治水计划、长照3.0，抑个0到6岁国家市这寡政策无法度执行，讲会找宪政救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